大家好，感謝你哋收聽我嘅頻道，啱聽嘅朋友希望能夠訂閱支持。喺4月2號，河馬係冇直播嘅，而今日4月3號，河馬就做咗3個直播，我哋依家就嚟睇下河馬講咗啲咩嘢啦。喺第一直播入面，河馬一開始就話自己曬黑咗，問河伯點算？我教你啊河馬，你只要去超市買支噴裝忌廉返嚟，然後用隻碟喺碟上噴一個忌廉山出嚟，最後一嘢掟落自己塊面度，包你1秒變白，成為觀眾嘅焦點。仲有啊，直播肚餓嘅話，可以舐2啖食，一舉兩得，哈哈。跟住河馬話唔同意黑網台話佢直播冇內容，而自己就成日俾人欺凌、抹黑、封殺。我就唔會話河馬你冇內容嘅，不過你講啲嘢成日重複又重複，大部分嘅嘢你以前已經講過晒，所以係好悶。你睇下啊，你之前嗰5個直播夾埋成7個鐘㗎，我寫你嘅摘要加評論，只係得21分鐘，可想而知你有幾多廢話啊。跟住，河馬話第二時有錢，會買車去環遊世界，一邊直播，一邊旅遊。咁我就建議何太你帶埋你嘅團隊去啦，因為美麗姐話你係電腦盲嚟嘅，根本唔識搞 GPS， 好易迷路。第二，你唔識外語，好易有溝通障礙，所以起碼要帶埋阿門同烏小姐去先得。第三，你衝動，又唔識法律，冇人睇住會好易出事。河馬又話，黑網台淨係識抹黑人，又冇知識成分嘅嘢講，暗指黑網台冇資格話佢。佢又指，係黑粉亂講房屋署林主任，話河馬冇加河伯名。我認為，河馬你根本上係宣揚緊一啲破壞道德嘅思想，對社會發展係會造成嚴重傷害嘅。加上你所講嘅財商，根本係給人一個不切實際嘅幻想，以及教人點樣冇料扮有料，引人相信俾錢你，根本上係黑學跡，亦都係破壞社會商業道德嘅發展。林主任嗰單嘢我就唔評論，因為我都唔知真定假。跟住河馬話今日食咗牛腩粉，而每日都有做體操。河伯就冇3000門生咁多，係你哋啲黑粉自己講咋。河馬話係黑粉屈佢講大話，而警察唔執法拉當街鬧佢嘅人，就係破壞咗河馬嘅人權。啊河馬，如果要寫你講大話啲嘢，真係成匹布都寫唔晒嘅，唔止黑粉，我身為中立嘅人都係咁樣話你。最後，河馬話平時有幾十蚊留言金收㗎，點解今日只得3個2？係唔係壞咗？根據我了解，係冇留言金呢樣嘢嘅，只有觀眾課金，以及廣告收益。河馬真係天真得可愛，哈哈。嚟到第2直播，河馬一開場又表演佢嘅老闆娘款式，鬧下河伯，話俾咗2個鐘頭河伯瞓，仲要黑面對住觀眾，唔該你俾啲笑容得唔得㗎？頭先問你有冇淋花，又講成我喝你，講嘢咁刻薄嘅，真係唔可以俾你有錢，有咗錢第2時未仲囂張。嗱，我哋一路睇到，河馬你一直係囂張過河伯多聲嘅，一日只係俾個老人家瞓得2個鐘，
就講到好似皇恩浩蕩咁，十足十似足嗰啲刻薄員工嘅老闆咁，刻薄河伯，仲好意思話河伯刻薄你，真係無恥。跟住有觀眾留言，話叫河馬尊重婚姻，唔可以用婚姻揾錢。河馬就話呢個觀眾係卑鄙無恥，下流賤格，我揾唔到錢，就係要嫁個有錢人，唔通攬住個老嘢一齊捱苦咩？係黑粉想我苦一世先咁講。阿何太，我喺上一條片都講過類似嘅説話，叫你尊重婚姻嘅，咁樣你依家即係鬧埋我。呢句卑鄙無恥，下流賤格彈返俾你啊！你知唔知？你依家係宣揚用錢買婚姻合理化，即係鼓勵啲人騎牛揾馬。男人見到個靚過自己老婆嘅，就可以拋棄個老婆，買過個新老婆返嚟。女人嘅就要做狐狸精，見到個有錢過自己老公嘅，就可以拋棄老公，嫁個有錢嘅。你知唔知呢個行為係破壞幾多個婚姻，要幾多人傷心？你呢啲行為根本就係宣揚為咗私利，可以將痛苦帶給更多人，係完全顛覆道德觀念，破壞婚姻嘅神聖。你簡直就係撒旦嘅使者，你先至係無恥嘅人。你係可以透過正途打工賺錢嚟維持生活嘅。如果真心愛一個人，即使唔係賺好多錢，你都會覺得係愉快嘅。而你透過破壞道德去賺錢，就等於賺黑心錢，實在係天理不容。必須阻止呢啲負面思想蔓延，防止社會被悲傷、憎恨、背叛、欺騙所侵蝕。何太又問黑粉：我係要賺大錢過好日子，你理得我用咩方法，憑咩審判我？何太又話：如果我係貪錢，又點會踏入河伯呢個家啊？點解係要干擾我直播，害呢個社會呢？河馬，我就話俾你知，我係以身為人嘅良知嚟審判你。而你係話過，以為河伯有啲錢，家風好，可以帶俾你幸福，先至嫁河伯。依家河伯冇錢，你就成日話要嫁第二個，咁唔係叫貪錢，咁叫咩嘢啊？仲有啊，點解干擾你直播，又會害到社會呢？如果唔阻止你散播一啲破壞社會道德嘅資訊，我覺得對社會嘅負面影響會更大咯。跟住有人留言話細個嗰時借咗10蚊俾河馬買嘢食，河馬未還錢，而河馬就否認有呢件事。河馬話有人主動俾生活費佢，要求咗佢幾個月，河馬先至肯接受。我諗俾錢河馬嗰個人，一定係中咗降頭。如果唔係啊，世間上又點會有人要去求人接受自己嘅錢㗎？河馬又唔係佢嘅救命恩人。河馬話唔想去拜老何太，因為佢啲仔女好兇殘，捲走咗啲錢，要老人家等餓死。跟住河伯都認同，自己都唔會去拜老何太。最後，河馬話所有嘅感情都係靠錢嚟維護，唔認同嘅人都係黐線嘅。咁你又違背當初話打工養河伯嘅承諾，又當河伯係工人咁使，呢啲又叫唔叫兇殘呢？靠錢嚟維護嘅感情，就係假感情。黐埋嚟嘅人都係為咗利益而討好你，當你冇錢時就會反面，我哋會叫佢哋做馬屁精。
如果河馬你係鍾意呢啲虛假嘅感情，鍾意呢啲虛幻嘅討好，我係唔會阻止你嘅，因為你都係屬於呢啲人，任得你自作自受，承擔返自己嘅惡果。畀着我，知道有呢啲馬屁精存在，一定會第一時間踢佢哋走，因為呢啲人係唔會畀到我有用嘅建議。如果畀佢哋掌握到實權，更加會隨時反咬你一口，一定要及早剷除佢哋，傷害先可以減到最低。呢啲馬屁精，反佢哋，當然會唱衰你啦。但係如果畀佢哋搶走你辛苦建立嘅事業，唱衰呢個行為，只係雞毛蒜皮嘅傷。而五仔女就係明白到呢個道理，攞走銀行啲錢，免得呢隻馬屁精有機可乘。最後嚟到第3直播，河馬就表演唱歌，但係唱咗一首分分鐘需要你同一首國語歌後，因為網絡問題，直播中斷。該直播時間為9分鐘。唔知係唔係老何太顯靈啦？直播開頭仲好好地嘅，突然網絡出現問題，可能係老何太知道河馬佢哋唔拜佢，就畀啲顏色河馬睇，中斷佢嘅直播，哈哈。最後，美麗姐話要返學好忙，所以會減少出片數量。另外，美麗姐亦都表示想信佛，進行皈依儀式，但係唔係出家做尼姑，大家千祈唔好誤會。仲有啊，唔該你個背景，可唔可以唔用呢啲咁殘眼嘅熒光色呢？咁大範圍，望得多真係會壞眼，咩你唔覺得會唔舒服嘅咩？加上又唔靚。不如換個黑幕啊，啱晒你，你咁多黑幕，哈哈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感謝大家收聽。